師傅，這是你本月第7次羽化了，這次能行？閉嘴！為師正在感受天地靈氣之變換，等吉時一到，便會羽化成仙。想要吉时，那簡单啊！我就下山買些炮仗，還有大紅燈籠，把咱們這道觀呀置辦喜慶，這慶賀年壽終正寢。胡鬧！我堂堂的太乙仙人的親傳弟子，居然是個顽劣之徒，還連個練氣期都沒有。唉，您要是真有什麼仙人實力的話，至於時不時被山下那些妖獸打得鼻青臉腫？我還不是為了幫你出急，才將那些妖獸抓起來煉成仙丹嗎？是嗎？可是您给我那些仙丹，对我根本就没有作用啊！时辰到了。我去，什麼情況，師傅？您真要上天？千峰，你有一個師姐，一定要找到她，否則大劫將至，生靈塗炭。此乃信物，你要將它收好，以便日後相認。師傅，您真要走啊？您走了，山下那些妖怪我攔不住啊！清風啊，你告訴為師，你是從何處而來？為何不能修煉啊？師傅，我是地球人，身體構造和你們不一樣。你是什麼球？師傅，那就算我要下山的話，盘缠你也没給我，你藏的那些小伙子私房钱去哪了？你這混球！師傅，師傅，师傅！不是吧？爬上面來是嗎？我命休了。宿主有難，系統激活，請問宿主是否開啟無敵領域？啊？無敵領域？開啟，快開啟！無敵領域即刻為宿主開啟。無敵領域開啟，當前領域值0，領域等級1，領域範圍10米乘10米乘10米，當前任務5。啊，領域等級才1級，那我是不是很弱雞啊？回答宿主，領域範圍內宿主為絕對無敵狀態，即便本世界最強的仙人也不是您對手。我去，那意思就是說，我現在碾壓大羅金仙，就如同碾壓螻蟻。可以這麼理解。嗨，那我以後豈不是到哪兒都能橫着走了？提醒宿主，無敵領域一旦生效，便無法移動。啊，這太坑了吧！那我以後怎麼下山找我師姐啊？宿主只要不斷提升領域等級，擴大範圍，今後此方世界都將成為宿主領域。師父何故停下修煉？奇怪，我師尊的氣息為何消失了？不知太乙山發生何事，我要回去看看。師父正處於突破瓶頸，半波渡劫，現在停下怕是不妥。對啊，事關重大，萬一前功盡棄怎麼辦？行吧，以我師尊的修為，應該不會有什麼事。師尊，等我。听說這山上有仙人，逛半天，連個人影也沒看見。
這些妖兽最低等級的都是金丹期，隨便一只都能把我吞了。不知死活的畜生，想死就过来！这领域真无敌啊！师傅生前可没这么好对付妖兽。仙人在上，请收我为徒。你谁啊你？你什么档次啊？还想做我徒弟？小女名叫蘇清雪，從山下而來，因為被逼迫嫁給那權勢滔天的葉家，無奈之下，我只好偷偷跑出來拜師求藝。我想讓自己變強，回去擺脫這門婚事。不收不收，你被逼婚關我屁事兒。仙人，你不收我為徒，無異於見死不救啊！喲，道德綁架，那你回去找你家人以死相逼啊！上吊、投江、服毒，怎么刚烈怎么来呗！啊！仙人，你留我在这山上，我給你洗衣做飯、端茶倒水，好不好嘛？哎，還賴上我了。這個徒弟呢，反正我是不會收的。你要是想去背白嫖，上山當個苦力，隨你的便。哎，行了行了行了，自己找事做去。是師傅。哎，我還沒同你做你師傅啊。我要拜師。只要我足夠心誠，就一定能夠打動仙人。這丫頭真是倔得跟牛一樣。哎，你想幹嘛？你還真想被白嫖啊？師尊，這是小雪家傳千年的翡翠項鏈，代表小雪拜師的誠意，請您收下。這丫頭是真心想做我徒弟，可惜我根本不會教啊。身為無敵高人，怎能沒有美貌侍女？無敵領域任務模式開啟，當前任務宿主若收徒成功，可提升100領域值。我去，翡翠我就不收了，但看你如此誠心，我就勉為其難的收你為徒吧。真的，太好了，師尊。哎，恭喜宿主收徒成功，獲得100領域值，領域等級提升為2，領域範圍擴大為100米乘100米乘100米。提醒宿主，若徒弟修為提升，可同步獲得領域值。小雪啊，為師這有一枚築基丹，吃了它一定會對你的修為大有助益。什麼？築基丹？這在山下可是一粒難求，多少門派為他爭得頭破血流。老道士說這是用妖獸煉化的築基丹，既然他都成仙了，現在應該不會有假吧？這看起來像是藥渣呀！憑師尊的修為，罐裡不應該有這種劣質品才對。好強的靈力！葉家的聘禮是枚上品築基丹，靈力
不及這顆的1/10。行了，小雪，吃了它就好好修炼，可不要给为师丟臉啊！放心吧，师尊。太好了，我突破筑基了！耶！师傅，师门的灵药果然效用非凡，师尊我突破筑基了是吧？瞧你毛毛躁躁，区筑基罢了，莫要得意忘形。你这筑基之后还有金丹、元婴、化神、合体、渡劫，你这之后的路还长着呢。我知道了，师傅。突破筑基还用你说？系统早就提示我领域值200到手了。没想到这丫头还是个奇才啊！昨天还练气7层，今天就突破筑基，还真是捡到宝了。师尊，我如今筑基成功，回去退婚，族人肯定会同意的。苏清雪，给我出来！苏清雪，给我出来！族长，你们怎么来了？还不是为了找你，让你跟如烟出嫁，你却躲到这里来，赶紧给我回去！族长，我都说了，我不嫁叶无道。大胆！苏清雪，你要违抗家族的命令吗？族长，有话好好说，这小雪不是不明事理的孩子。哎呀，这一大清早的是谁在这吵吵嚷嚷的呀？啊？哪儿跑来的野狗啊！臭小子，你是何人？我还没问你呢，你们谁啊？师尊，这是我爹和苏家的族长。师尊，他一个乳臭未干的野道士，撑死也就是练气气，怎么能做你的师尊呢？你别这么说，我师尊可厉害了，他一出手就可以歼灭成群的金丹期妖兽。歼灭金丹期妖兽。苏清雪，你是不是脑子坏掉了？我爹这么厉害，他都没办法对付金丹妖兽，更何况这么一个野道士。哎呦，你爹对付不了，说明你爹是个垃圾。但你现在有眼不识泰山，说明你也是废物一个。你，臭小子，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？我管你是谁啊！你若是来捐香火，欢迎掏钱；如果不是，赶紧滚蛋！大胆！我爹可是筑基巅峰的强者，臭道士，你给我嘴巴放干净点！别吵了，我是不会嫁给叶无道的。叶无道丧心病狂，娶妻练作炉鼎，今年他娶的30个老婆无一幸免。你们现在逼我嫁给他，简直是把我往火坑里推！荒唐！叶公子这次要娶你们做正妻。你见过谁娶正妻，娶一对姐妹的？哼，强者3妻4妾再正常不过了。更何况是叶无道这般天才，他是天才，我也是天才。哼，如今我筑基成功，苏家不必依靠叶家，可以退婚。什么？小雪，你筑基了？别听他胡说八道！我爹花了几10年才突破了筑基，就他才修炼了几天。苏清雪，今日就算你爹在这儿，但是为了整个苏家，就是用强，我也要把你带走。哎，你们这帮跳梁小丑，敢在我的道观这儿撒野，我今天不收！狂妄！你这个道士确實狂妄，看我不踏平你的道觀！哎，师尊，你一出手，他們小命可就沒了，讓我來即可。行吧，反正你現在已經是築基期，對付這一些普通的家將。蘇清雪，你被這臭道士騙了騙，就真以為自己達到築基了？給我上！去！族長，別傷着小雪。什麼？竟然真的是築基修為！不錯，太好了，小雪，你竟然獨自突破了築基期，真是絕世罕見的天才呀！怎麼可能？他一定是練了什麼邪道之法，所以才如此突飛猛進。蘇如煙，你別胡說，
這多虧了我师尊給我一枚极品筑基丹，才助我突破成功的。筑基丹？不会吧？苏清雪，筑基丹可是稀世珍宝，连叶家都拿不出几枚，就这个野道士，他怎么可能有？看来清雪真的是天赋过人，苏家这是出了天才了。这跟这个野道士一点關係都沒有。今日我聽聞葉無道剛剛突破了金丹期，現在是喜上加喜。我得到葉家老九的開心，在訂婚宴上送那些珍寶和丹藥作為聘禮，這都是我師尊的功勞。就算是我死，也不嫁葉家。蘇清雪，你平日嬌慣也就罷了，今一意孤行，我真的惹怒了葉家，招來滅頂之災，真的要你爹和整個蘇家為你陪葬嗎？喂，你這個糟老頭子沒完了！剛才還在說自己是個強者，結果現在卻逼一個女孩子出嫁，原因卻是因為害怕被報復。哎，你這麼大歲數了，你丟不丟人啊？臭小子，你懂什麼？葉家是修仙界第一世家，不僅有元陰老祖庇佑，還有一位修為通天的始祖隱世不出。我是真的惹怒了葉家，換作是誰都擔不起他們的怒火。哦，原來葉家在你們那兒就是天花板的存在了。我現在有一個辦法，既可以不用讓小雪出嫁，也可以讓你們不被報復。什麼辦法？去把葉家上下全都叫來我這道觀，看我把他祖宗18代全給養，揮動不了。真是荒謬！如果今天的話傳到葉家耳朵裡，別說是你這道觀，就是太乙山都給你當平。你盡管傳出去好了，我把話就放出去，不服來戰。只會耍耍嘴皮子，有什麼用？蘇清雪，趕快與他斷絕師徒關係。這種言出無狀的人，絕對會惹下禍端，還會連累蘇家。糟老頭子，你屁話是真多。你若識相，現在就滾；若你一意孤行，踏過此線，生死便由不得你。你敢威脅我？過來呀！你找死！師尊，下手輕點，別傷了族長性命。混賬！堂堂築基巔峰修為，怎會被一個練氣都沒有的野道士勝到？怎麼可能？我爹可是築基巔峰啊！仙人饒命！仙人饒命！仙人饒命啊！糟老頭兒，現在還逼小雪嫁給葉家嗎？不逼了，不逼了！如果小雪不同意，我絕不會逼她。太好了，小雪，有如此仙人做你的師傅，想必那葉家也應該會給我們幾分面子。仙人，3日後葉家前來提親，舉辦訂婚宴，蘇某想請您下山坐鎮蘇家。仙人意下如何？這個不行，我的領域一旦打出去失效，別說金丹期的葉無道，哪怕他一個練氣期修為的手下都能把我打死。我避世已久，不便輕易下山。若葉家對退婚儀式有任何異議，便讓他們上山找我。哼，我看你是怕了吧？你胡說什麼呢？我師尊的實力你也看到了。哼，他雖然有點本事，但是他年紀輕輕，撐死不過金丹期。葉無道的身後可有元嬰老祖撐腰，你一個野道士拿什麼抗衡？等我們一離開，這野道士就逃難去了。不然的話，他為什麼不下山？照着你這個愛徒呢？不，以我師尊的修為，即使不下山，也能目視千里。蘇家離這兒不過3000丈地，訂婚宴那天，葉家的一舉一動都逃不過我師尊的法眼。3000丈地，那就是1萬里。訂婚宴還有3天，
无敌領域升級快些，應該能在3天後覆蓋蘇家地界。小雪，當天若有任何危急，捏碎此魚，為師瞬息即到。師尊，瞬息即到，你以為你是元嬰大能啊？笑話死人了！你居然敢打我！老子想打誰就打誰，有本事打回来呀！混账！我可是叶无道的未婚妻，你居然敢冒犯我！叶无道又怎样？就算是元婴老祖来了，我也不放在眼里。不信，就敢来試試。不知死活的東西！今天这仇我记下了，日后我一定让你后悔。小雪，如今你要下山，为师有些东西要送给你，随我来。是，师尊。师傅，这是什么？啊，这是祖师爷亲手种的草药，既可以增进修为，也可以療傷。老道士生前念叨这是上乘仙草，每日逼我吞服，結果對我屁用沒有。倒是有什麼跌打損傷的時候，服下的傷勢倒是好得快些。這些草藥雖然看起來十分普通，卻是師尊送的靈物，效用一定非凡。哎，師尊，這草藥名為何物？你就叫它雲北黑藥吧。雲北黑藥，好奇怪的名字。反正你日後練功若是什麼傷了崴了，你記得服用便是。好，徒兒謝過師尊。小雪，这盒子莫非是仙人送你的下山禮？師尊送了我一些道觀中的靈物，助我修行所用。哼，靈物？這麼一個破敗的情報觀，有什麼靈物？野草恐怕是不少。小雪，這2日你的修為真是突飛猛進吶！沒錯，多虧師尊給我的草藥，才助我事半功倍。師尊能有如此高的造詣，一定是他平日修煉從不懈怠。我也要向他學習，不能給他丟臉。想必仙人此刻正在潛心悟道。哎呀，都中午了，该吃飯了。徒弟修為提升，宿主得到新的領域值。徒弟修為提升，宿主得到新的領域值。徒弟修為提升，宿主得到新的領域值。哎呀，我這個徒弟還真是天賦極高，這2天這領域值一直蹭蹭的漲，這領域等級也不低。不錯不錯，這才僅僅2天，10年一開，竟然能看到山下1000多米的光景。這小雪哪天若是突破了什麼更高的境界，那我這無敵領域豈不是可達萬里之遙了？哎呀，我這還真是撿到了個寶貝徒弟啊！
9層，我練到筑基9层了，太好了！小姐，订婚宴开始了，叶家的叶公子来提亲了。哎呀，咱们许久不见了啊！快入座。我的姐妹花新娘呢？今天大喜之日，新娘为何还不出来恭迎本少？快看，那就是云界第一修仙世家叶家的公子叶无道。苏家戒备，统家也叶无道，攀上叶家的高枝，真是祖上莫轻焉呀！但我听说这叶公子娶妻是要当做奴婢。别胡说，被叶公子听到，你就要倒大霉。在这儿呢，在这儿呢！盼星星盼月亮，可算是盼来了威武无比的叶公子。你这小蜜嘴，能说会道的我很喜欢，就是不知道你这小嘴在其他方面如何呀？讨厌，叶公子大庭广众的啊！你妹妹呢？快叫她出来一起服侍本少！我现在就想在此洞房。白日宣淫，口无遮拦，叶无道，你还知道廉耻吗？什么蝼蚁，竟敢与本公子叫嚣！叶公子，她就是蘇清雪。你就是我的小妾呀，有性格，我喜欢。谁要做你的小妾？苏如烟嫁你，我可不嫁。今日我要和你退婚。我们低数吧，这苏清雪说要退婚，也可以理解，毕竟谁想做奴婢？可这冒犯了叶少，只会让苏家血流成灾呀！哦，想退婚？叶公子，事情其實是這樣的。爹，本少讓你說話了嗎？我在問你女兒。爹，我娶她們是你們蘇家上下修來的福分。別以為是你們蘇家值得我高看一眼，我這般天才，注定踏上雲巔。是，能與葉家聯姻，是我蘇家的福分。葉公子莫要動怒。你是天才，我也是天才。就你？沒錯，我已修煉到築基9層。築基9層，好，此事若真，夠資格讓我娶你。來人，加聘禮。天哪，這葉家真是富可敵國，還有那修靈草能助長人的修為，凡人一株難求。怎樣，還不心動嗎？這些東西在我眼裡就是糞土，跟我師尊送的簡直天差地別。你師尊何方神聖，竟敢與我葉家相提並論？他師父啊，不過是太乙山上一個破道觀的野道士。你什麼？野道士？蘇清雪，你師父不是送了你一個靈物嗎？就在你身上吧。我当是什麼寶貝呢？就是幾株野草，你也當個寶？真是不知好歹，有眼無珠。這分明是野草，怎麼說是靈草？是啊，這蘇清雪恐怕是被騙了。無知，我師尊送的都是絕世罕有的靈物。一個野道士和這野草一樣，屁都不是，叫他滾出來！師尊隱居已久，從不下山。他說退婚一事，葉家若有異議，就去太乙山跟他求見。放肆！他什麼低賤身份，也配本少求見？哦，那野道士還說了，葉家他覆手可滅，有因老祖他都不放在眼裡。既然他沒膽子出來，那我倒要看看
他是如何反对這門婚事？把蘇清雪捉回葉府。是。叶无道，苏家容不得你这帮放子！来人！苏海、苏清雪，你们父女伤害死苏家吗？叶公子，他们父女二人的决定不能代表我们整个苏家呀！给我上！蝼蚁撼树，竟敢忤逆我叶家！把他们父女给我拿下！爹，我来。天哪，苏清雪竟真达到了筑基9层，天纵奇才呀！可惜叶无道已经迈入金丹境界，他难是敌手。进来！自不量力！蘇清雪，你現在認輸，乖乖跟本少同房，把本少伺候好了，還可以饒你一命。就算是死，也不會嫁給你這個禽獸！真是病急亂投醫，你真以為一株野草就能助你修為暴漲？金丹期，小雪突破了金丹期！什麼？這野草竟然有如此強的功效，應該叫仙草。這暴漲的靈力，能抵得上數10年修為呀！怎麼會？這野道士怎麼會給他如此珍稀之物？系統提示：蘇清雪已邁入金丹境，秦風獲得領域值加成，領域範圍擴大至1萬米。太好了，徒弟竟然突破金丹期了，真是天賦異稟。有問，無敵領域正好拓展到蘇家地界，讓我看看現在是什麼情況。好，我已經迫不及待，讓你匍匐在我身下，被我蹂躪。同為金丹境，如何敗我？天真！暗器伤人！暗器，這可是元嬰老祖賜下的至尊寶物。蘊藏着他老人家無上神威，能發出接近元嬰境界的攻擊，你區區金丹境也被阻擋。呸！一位小人！我看你桀驁不馴的小嘴，能倔到何時？跟你拼了！你要做什麼？做什麼？你爹和手下家将敢違抗我葉家，還揚言要退婚，不給點顏色看看，我葉家如何立威？葉無道，我師尊不會放過你的！師尊？什麼狗屁師尊！一個低賤的野道士，本少就算把你們蘇家上下全殺光了，他恐怕也沒膽子出現吧？不，師尊他一定會來的，他說過我會為蘇家主持公道。哦，他現在人呢？
不是扬言要叶家覆灭吗？现在做起缩头乌龜怕死了。苏清雪，识相的就乖乖爬过来，让本少开心了，苏家也许还能少死几个人。不动，你不是人！死到临头了还执迷不悟，他那爱吹牛皮的师傅怎么可能会来嘛？小雪，叶无道，你放了我爹！放开！你师傅不是神通广大吗？让他来呀！事到如今，你还以为那个废物师会来救你们吗？师傅说了，他一定会来的。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四海八荒我为尊，纵横天下一门。本座在此，谁敢欺我徒儿？仙人，何方神圣，竟瞬息到场！没想到苏家竟然有此等高人相助。师尊，我就说你一定会来的。当然，为师说过，会为你主持公道。仙人，靠仙人为苏家做主了。奇怪，我竟然在此人上看不出一点灵力波动，甚至看不清他是如何现身。不行，得先试探试探。你是何人？何门何派？敢偷袭我叶家家将？这事可不容易轻易算了。本座独孤一人，畅游天地之间，傲视天下群雄。我就是小雪的师傅，无敌门的门主。呸！什么无敌门？一个野鸡门派门主，闻所未闻。叶公子，他就是我说的那个太乙山上的野道士。太乙山，就是离这不远的那座荒山。若真是有实力的门派，又怎会隐居在太乙山的计划了？一个野道士，平时独自在荒山上撒野也就算了，如今敢跟我叶家叫板，你可知我叶家是修仙界第一世家，权势滔天，人人畏惧。敢跟我们作对，我让你死无葬身之地！区区叶家，本座根本就不放在眼里。即便是你把叶家师祖叫过来，也得乖乖给我徒弟磕头道歉。放肆！本少今日就虐杀苏家上下，并在此地和苏清雪洞房，我看你如何护他们周全！你敢动他们一个试试，我顷刻叫你灰飞烟灭！黑煞鬼，出来！叶无道手下头号强人，好事不是黑煞鬼。这黑煞鬼是金丹境界的高手，传闻他专吃人心来助长自身修为。这不少我们叶家的宗派都被他一人所灭，死若凄惨呀！区区金丹期也敢在本座面前露面，臭小子，口出狂言！那你又是什么实力啊？哼，仙人的实力，族长是有体会的。那日在太乙山，族长一招都没撑下去。没错，我师尊可秒杀成群的金丹期妖兽，实力深不可测。什么？他击败了苏家的族长，还秒杀成群的金丹妖兽？这不可能吧？哼，毛都没长齐的野道士，能有什么高深修为？苏家妇女不过为他搭台唱戏罢了。黑煞鬼，用出你全部实力拿下这个野道士，本少奖你10年半的灵力仙草。不知死活！今日本座就让你见识一下无敌门的力量。黑煞鬼的绝技百鬼半行，这鬼魂都是他杀死的强者，灵力为他所用。歪门邪道，练此魔功还真是相由心生，看本座紫霄神雷！双错雷剑，这何等神通啊！这等境界，口出之体，怎么可能？啊！
系统，我要查询一下无敌领域的范围。我靠，原来是距离不高，无敌领域范围只延伸到了会场的1/3，你都站在了我的领域外面。障眼法，刚刚那都是障眼法。果然是个只会虚张声势的家伙，净耍些不入流的小把戏。苏清雪，这就是你口中歼灭金丹妖兽仙人，大家都看到他的小把戏露馅了吧？吓死人了！原来这唬人的障眼法，年纪轻轻的本事不行，竟学坑蒙拐骗的手。就是，这苏家妇女可让这野道士坑惨了，现在很难收场啊！我就说了，他不过是个装神弄鬼的野道士，你和你爹还真当遇到了世外仙人，笑死人了！刚刚的攻击怎么突然消失了？难道师尊故意放黑煞鬼一条生路，想让他知难而退？还是师尊忌惮叶家背后的元婴大能？哎，也对，他毕竟是修仙界顶尖强者，师尊若真出手，就回不了头了。师尊，劳烦您下山了。徒儿，你说什么呢？叶无道，我同意嫁给你，但是你要放过苏家，并让我师尊離開。現在知道後悔了，晚了。本身是看你有幾分姿色，打算玩玩而已。你不會真想做我的正妻吧？要做正妻也是我，你先前不識好歹，現在又想重新嫁回葉家。今天你們一個都別想走。蘇清雪，今天這大堂就是我們的洞房，讓大家我親眼看看，我就在這兒辦了你，做我的奴隸。這就是背叛我葉家的下場。黑煞鬼，給我拿下！徒兒別慌，今天蘇家的事兒我管定了，你們誰也別想動他蘇家。死到臨頭了還在逞能？小雪，快到為師這兒。想走沒那麼容易。仙人若是不便出手，就帶小雪走吧，也得讓老夫來拖延。不行，爹，我不能丟下你不管。好一場滅門之前父女情深的戲碼呀！黑煞鬼，給我統統抓回來！黑煞鬼，你若再敢往前一步，本座便讓你挫骨揚灰，可別怪我沒警告你。你嚇唬誰呢？難道還想再用一次障眼法不成？剛才我只是給你個機會，讓你知道我們力量的差距懸殊。葉道士還在裝模作樣，連靈力都沒有的廢物道士，還敢在這兒放肆！今日就讓你見識見識金丹強者的威能。金丹雖強，又怎敵仙人一指？葉道士瘋了！螳臂當車，你去死吧！仙人果真是修為通天吶！啊！請仙人保全我蘇家，保全蘇家。起來吧。謝仙人，天哪！僅你一指就讓金丹界的黑煞鬼灰飛煙滅，蘇家有這樣的靠山，難怪無敵葉家。你不是說他是破道關林的野道士嗎？為何有這麼強勁的實力？不對呀，他若真那麼強，他為何不敢下山呢？我知道了，他一
定是在山上捡到了什么法宝，借助法宝的力量，他才灭了黑煞鬼。对，一定是这样的，不然的话，他怎么不早早出手来救咱们父女呢？你是说，他在太乙身上捡到了法宝，才敢来这订婚宴？没错，他一定是用了什么法宝，并且还有什么限制，不然的话，他刚刚第一次出手，怎么就失灵了呢？有道理，不然年纪轻轻的哪来那么强的实力？若是比拼法宝，我有元婴老祖乾坤镜，未必跑他。更何况身后还有几十名筑基强者和10名金丹强者，即便是元婴高手来，也能斗上一个。叶不道，发什么呆呢？被本座的仙人一指给镇住了。放屁！少在这装神弄鬼！叶道士，别以为只有你有法宝，叶公子手上可有元婴等级的法宝，他一出手，你立刻就死无全尸了。啊！你说的我好害怕呀。那我应该继续用手指碾压他呢，还是用脚踩他呀？哎，你应该比黑煞鬼撑得更久一些。叶道士，找死！师尊小心！这怎么可能？发生了什么？这可是元婴级那种大能级的攻击，你怎可随意等下？弹指一挥，元婴神威可摧，仙人的境界深不可測。叶无道，我师尊的实力，你还没见识够吗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若他真那么强，他为何不敢过来和我较量？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他捡到的法宝一定是某种阵法。没错，是阵法。你们看看，从刚刚开始，他的脚就一直没有走出过红地毯。这么说来，那当时确实未曾挪过一步，一直在原地故弄玄虚呀。原来如此，刚刚是他第一次出手，应该是超过了阵法的范围，才导致失效。难道当日在那太乙山上，他便是提前布置了阵法？哈哈，叶道士，有本事你上前2步，再来跟本公子过招。一群蠢物，本座想出手时自然就会出手。看样子那叶道士好像是没招了，阵法只能护得了他一时，护不了他一世啊！什么阵法限制？别胡说八道，枉议我师尊。没本事出手，那我可就走了。完了，叶无道若是走了，他日若卷土重来，我苏家必遭灭门呢。哎，没办法，毕竟现在是靠阵法暂时吓退了叶家。他日我重振旗鼓，率多名强者前来，再请元婴老祖出山。不管你这野道士用什么法宝还是阵法，都护不住苏家。哎，叶不道，你先别走啊！你刚才不是说让本座上前2步？嘿嘿，我出来了！嘿嘿嘿，我又进来了。怎么样？你来打我呀，混蛋！那道士竟然动了，难道刚刚不是因为阵法之力没道士？或许是他在逞能，现在阵法失效了。叶道士，竟敢挑衅我！他日回来，我定将你挫骨扬灰！他日？你刚刚明明说今日就是我的死期，还说要虐杀苏家上下，在座的各位可全都听到了。叶无道，你自诩是修仙界的旷世奇才，却带着一群家将还不敢打我，这说出去不怕丢叶家的脸？你啊，不对，先是黑煞鬼灰飞烟灭，结果你的元婴法宝又完全奈何不了我，叶家的脸啊，已经完全被你丢光了。现在的你，就像一个没长大的巨婴，自己打不过我，还要回家请元婴老母，真是可笑。是元婴老祖，差不多。所以你现在承认你自己是个巨婴，要回去搬救兵了？老母，不是，我想你了。不是，那你现在还不动手，是怕了还是怂了？要不要你把裤子脱下来给大家伙看一看呀？说不定你这个巨婴其實已經被嚇得尿褲子了。混賬東西，滿口胡言穢語，真是忍無可忍！
叶公子今日已損失一名金丹强者，要不改天请元婴老祖出山，再灭了这小子。不用，不管他用出什么阵法，我这群家将合力齐上，哪怕龙吟强者也能斗上一斗。今日本少必让你这个野道士立马归西，全部给我上！奇怪，师尊呢？寻了一遍太乙山，却没有发现任何蹊跷。待我用神识再查探一番。这是叶阳的后人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不好，我得过去。怎样，叶无道，还敢放肆？仙人在上，是我不知好歹，有眼无珠，求你放过我吧！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叶无道，欺辱苏家，该当何罪？仙人饶命，仙人饶命！你看在我叶家是修仙界第一大家的份上，求你放过我吧！无论是天才地宝，还是美女夫人，我是统统给你准备好，一一献给上仙。这些我不需要。看在叶家元婴老祖的份上，莫跟我计较。不看僧面也看佛面吧，我再也不敢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全英气，本座还不放在法眼里。那我这个人，要么不轻易动手，要么就斩草除根。你说吧，是你自我了断呢，还是我送你一程？我提醒你，若我动手，会让你死得非常痛苦。我想活，我不想死，由不得你。不要！住手！你是何人？在此恃强凌弱，出手伤人。你又是谁啊？本座有需要告訴你嗎？前辈，我是叶家少爷叶无道，我奉家族之命前来提亲，没想到半路出现个野道士，强抢我的未婚妻，還殺我族人，甚至還有人被挫骨揚灰了。沒錯，前輩，我們蘇家和葉家早有婚約，這野道士卻橫插一腳，現在還要將葉公子殺人滅口。葉無道、蘇如燕，你們需要在這顛倒黑白，血口噴人。我沒有，事實就擺在眼前，大家都看見了。你和這個道士裡應外合，狼狽為奸。父親還在助紂為虐，放屁！簡直一派胡言！前輩，你一定要替我主持公道啊！只要前輩出手攔住這野道士，事後放心，本座既看到此事，便不會放任不管。你剛剛說你是葉家人，是的，前輩。如此，本座就更不能不管。本座與你葉家頗有淵源，你葉家始祖葉陽曾經拜我為師，接受我的點化。本座深知葉陽的為人脾性，你作為他的後人，想來品德也不會太差。今日有本座在此，便不會讓你有事。感謝前輩，感謝前輩。不過方才您說我葉家始祖曾拜您為師，沒錯。那敢問前輩您是？無名太醫女帝。什麼？太醫女帝？她居然是太醫女帝！傳聞太醫女帝天賦卓絕，道法通天，16歲邁入金丹，30歲元嬰大成。如今多少年過去，她的修為恐怕早已超出我等的想象。女帝又如何？還不是胸大無腦？你說什麼？你說你修煉也經歷了這麼多年了，僅憑他3言2語就被騙了？你腦子這麼簡單，還不是胸大無腦？放肆！你怎敢如此和本座說話？說了又怎樣？有什麼不敢的？有本事你過來呀！你看我不瞪就打花你的屁股，給你長點教訓。好囂張的無恥之徒！
仙人，这蘇某深知您的厲害，但这太阴女帝是傳說般的存在呀，甚至點不過葉陽是葉家始祖的師傅，這可萬萬惹不得呀！哼，我管她是什麼太陰女帝還是太陽女帝，她再強能強得過本尊？小小道士，狂妄无知！本座現在是合體巔峰，只差半步即可邁入渡劫。什麼？合體巔峰，半步渡劫？聽到了嗎？半步渡劫，這是你根本想象不到的存在。葉道士還敢出言冒犯女帝，今天你的小命就交代在這兒了。想取我的命啊？那就來取啊！但是我剛剛說了，你要是敢過來，我就當众打壞你的屁股，給你長點教訓。好啊，本座還是頭一次見到你如此囂張的家伙。本座現在過來，看你能不能傷本座一根汗毛。女帝大人，此事實乃誤會啊，切莫與仙人動氣啊！是啊，女帝大人，我師尊是不想看我跳入葉家的火坑，所以才出手對抗葉家。葉家始祖曾經過本座的點化，成為雲界第一世家，豈會是火坑？女帝大人有所不知，這葉無道前後娶妻共計30幾人，就是為了練做爐鼎，助他修行。我不願嫁他，他就在這訂婚宴大打出手，還想在眾目睽睽之下強暴於我，而後殺我族人，逼我就範。我實在是看不下去了，才出山救我。此話當真？絕無半句虛言。前輩，你別聽他胡說，此女搬弄是非，千萬別被騙了。沒錯，前輩，是蘇清雪和這野道士有染，才想殺葉公子滅口。野無道、蘇如煙，你們二人真是不知廉恥！你好了，兩邊各執一詞，本座事後再問。不管這道士有沒有恃強凌弱，口無遮攔卻是真的。如此囂張的登徒子，必須教訓一下，否則不知悔改。就你教訓我？我告訴你，哪怕在他們眼裡強上天，但在本尊面前，你不過就是個小菜雞。畜生，真是太囂張了！師父，你別說了。小雪，你看着。哼，瘋了，居然敢挑釁傳說中的太陰女帝，真是死到臨頭了還不知道。喂，胸大無腦的女帝，你怎麼還不過來啊？找死！不愧是女帝，好強的靈力！班门弄斧，敢在本座面前献醜！天哪，师尊也太厲害了！仙人的實力不亞於太陰女帝呀！小道士，你耍什麼花招？花招，這是本尊的實力，還沒看出你我之間巨大的差距嗎？女帝大人，別聽他吹牛，他不過是依靠着陣法和法寶的能力罷了。沒錯，若是女帝大人上前使出全力，片刻就能將他拿下。確實，這小道士身上沒有一點，而我則是渡劫期的修為，近身攻擊拿下他，應該易如反掌。不對，這強烈的危機感是為何？仿佛下一秒就生死不由己，如籠中之鳥一般，毫無反抗之力。奇怪，從未有這般如臨大敵的感覺。難道他是渡劫期的強者？不對，憑我合體期巔峰的修為，哪怕渡劫強者也不可能在我面前隱藏如此完美。到底怎麼回事？怎麼了，前輩？您是身體不舒服嗎？前輩，趕緊把這野道士拿下呀！哎，可惜了，他要是邁出這一步，進入我的領域，非打來拼不可。像這樣的女強人，不吃個大虧不會學乖。小道士，你叫什麼名字？本尊的名讳也是你配知道的嗎？野道士，
在太阴女帝面前竟敢如此嚣张，真是找死！那你倒是叫他过来跟本尊碰一碰啊！怎么，名气这么大的太阴女帝，在本尊面前连一步都不敢向前吗？仙人虽实力高强，但这女帝毕竟是半步渡劫的强者，那可是修仙界的天花板啊！还是不要再惹怒她为好。太阴女帝可是连我叶家都要敬仰的存在，你一个低贱的身份，竟敢屡屡出言冒犯，若我叶家老祖知道了，就算你弟不出手，也要将你碎尸万段。听你们在那儿叫嚣个半天，我耳朵都快长茧了。他这么厉害，你倒是叫他過來呀！啊？奇怪，女帝居然不敢出手，难道真的是忌惮师尊的實力？我知道了，師父一定是合體系的強者，女帝不動手，一定是不想跟我師尊翻臉。荒唐！太陰女帝天賦過人，年輕時就已經精彩絕豔，更是修煉了幾百年，才達到了合體期巔峰。而他一個毛都沒長齊的野道士，就算從娘胎裡開始修煉，也達不到太陰女帝的1%。沒錯，那個破道觀出來的廢物，如何能與女帝相提並論？還真是師父愛說大話，徒弟也沒見過世面。哎，你到底還過不過來啊？你再不過來，你身邊這兩條狗吠個不停，我都快被吵死了。雖然不知道你的依仗是什麼，但別想輕易騙我過來。哼，這太陰女帝竟然真的忌憚仙人。什麼？怕了你就直說嘛。誰說本座會怕了你？那你怎麼連一步都不敢上前啊？剛剛你不是還放出大話說要教訓我嗎？怎麼，本座只是輕輕出手就把你給鎮住了？本座做什麼做？我看你就是恐懼本尊的仙人之威，要不然怎麼寸步都不敢上前，不是嗎？畢竟本尊剛剛可是說了，你要是再敢往前一步，本尊就當眾打你屁股。不過你閉關打坐了這麼多年，你屁股不會坐塌了吧？放肆！你在胡說八道些什麼？哦，看來沒有坐塌嘛，那挺好的。哎，不如你上前來，讓本尊驗證一下。滿嘴污言穢語，真是不堪入耳。那你倒是過來教訓我呀！你別跟你徒孫一樣，只敢動口不敢動手。你不是要保他嗎？這樣，你跟本尊去一個角落裡，你主動把你的裙擺脫下來，讓本尊你這個色膽包天的狂妄之徒！哎，想哪兒去了？本尊只不過是要打你3下屁股。本尊做事風格說一不二，說了要打你屁股就一定要打你屁股。打完你的屁股呢，本尊就大發慈悲不殺他，如何？這個小子實在是忍無可忍，送死！哎呀，這女人啊，就是不打不老實啊！哈哈。怎麼？本尊說打你3下屁股就打3下，不多不少。這樣你還敢不敢再過來了？女帝大人，剛剛怎麼回事啊？對啊，他豈能打你？剛剛只是一時大意。說你胸大無腦，看來也不是完全沒有腦子。終於知道害怕了。你要是再不過來，本尊可就走了。徒兒，走吧，隨為師回山上修煉，待你修煉完成，親自為族人報仇，再來覆滅他們葉家。清雪，仙人法力無邊，回去以後一定要好好跟仙人修煉。是，師尊，我知道了，爹。見不到，你等着，等我修煉出關，一定滅了你們葉家，給我族人報仇。哼，狂妄無知！我葉家光金丹期高手就不下100名，還有即將突破化神境界的元嬰老子坐鎮，你就算過來了，也只有死路一條。無妨，有本尊知道，
用不了多久，小雪的修为就会突飞猛进。届时，再向你们叶家兴师问罪，大不了本尊亲自出手，灭你叶家，连灰都不剩。你胆小鼠辈！走吧，徒儿，跟他们在这扯皮只会耽误功夫。是，师尊。无敌领域新任务开启，请和女帝结为道侣。什么？系统，你这不坑人吗？我刚刚惹怒完人家，你还要让我跟人家结成道侣？哎，算了算了，这任务不做也罢。小雪，抓紧为师。女帝大人，这事就这么算了？人都走了，还能怎么样？三星的道士趁本座不在偷袭你的，本座亲自送你回叶府，也好看看叶家现在什么样子。好，多谢女帝。等我回了叶家，和老祖禀报此事，那野道士必死无疑。鄙人叶家老祖叶傲山拜见太阴女帝。拜见太阴女帝。无需多礼。女帝，快里边请，我叶家早已为你备好上等的酒席。不必兴师动众，本座送叶无道回到叶家，还要去別處尋人，不便久留。這個不行啊！早先始祖留有祖訓，若是遇到女帝，必要好生款待，以答謝女帝點化我始祖的大恩大德。晚輩這就去稟報閉關修煉的始祖，他聽到後一定會立刻趕回，只為見女帝一面呀。葉陽，是啊，女帝，你們師徒二人許久未見，何不趁此機會敘敘舊呢？也可。既然如此，本座便打擾了。請。什么？女帝出关降世，还来了我叶家？哈哈哈，太好了！我垂涎女帝的太阴体质已有100年，终于要有机会尝一尝。事不宜遲，我要速速赶回叶家。哈哈哈！师傅，我师傅太阴女帝在哪兒？葉陽，師傅，真的是你！這些年您都去哪兒了？可真是讓徒兒苦找。自然是在我的太陰宮殿閉關修煉。為師如今已到合體期巔峰，只差半步渡劫。半步渡劫？果然，師傅的體質特殊，修煉起來亦是進展神速。你呢？如今修為如何？找為師所為何事？你們先下去。你這是作甚？師傅，弟子葉陽，受您點化，才能邁入修仙之途。多年來一直對您念念不忘。你有這份心，為師很感動。徒兒是朝思暮想，夜不能寐，對您的那份心意，儼然已經超脫了師傅的情分。你這是？師傅，徒兒對您情誼深厚，想與您結為道侶，執手偕老，共修成仙之法。什麼？師傅，您可願意？此事不妥，為師與你師徒一場，從未有過任何情分。你如此行徑，實在太過唐突。也是，恕徒兒冒昧，讓師傅困擾。師傅，您先請坐，徒兒為您沏茶賠罪。
岳阳，你为何偷袭于我？我这全力一击，想必你也受重创。你这功力竟然也是半步渡劫，这怎么可能？没什么吧，我常年闭关九幽魔窟，依靠我叶家子孙为我捉来的炉鼎，以人命做法，血祭献身，这修炼起自然是事半功倍。什么？你竟然为了修炼而遁入魔道，残害无辜？什么无辜？能作为我登仙的炉鼎和药引，是他们这輩子的荣光。叶阳，你修炼魔功，草菅人命，本座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不会放过我？你现在身受重傷，還跟我說這些？我如今半步渡劫，正處於瓶頸，而你身為世間罕有的太陰體質，令我垂涎已久。若能和你肉體成歡，我的修為必定能夠抱着飛升成仙。你這畜生，本座絕不會和你遁入魔道。那可就由不得你了。恭喜师祖得到女帝後，就要功德圓滿，飛升突破。我葉家出了渡劫仙人，必然會睥睨天下，所有法寶美女都唾手可得。你二人做得不錯，方才點的迷魂香，馬上就會在他體內發作。到時候，女帝就會自己脫光衣服，跪在我的面前，求我幫她解毒。什麼？你們居然暗中下毒，真是卑鄙無恥！沒錯，等我把你辦了，我還會吞噬你的仙體本源，將你辛苦修煉數百年的靈歸我所有，把你徹底變成一個只能滿足我肉體歡愉的痙攣。原來那個小道士說的都是真的，葉家人早已狼狽為奸，成為喪心病狂的魔頭。現在知道晚了，算算時間，迷魂香的藥效也要開始發作了。師父，你就乖乖的成全徒，好好練，你開心，我也開心。你這狗賊，休想得逞！本座真後悔聽信了你們葉家的謊言，步步掉入這陷阱。早知如此，本座就該將你們葉家上下趕盡殺絕，一個不留。始祖，但您吞噬了女帝的仙體本源，女帝的修為已經廢了。念在晚輩孝得犬馬之勞，可否賞賜給晚輩，也嘗嘗這人間極品啊！好你個賀後生，真是色膽包天，像極了年輕時候的我。到時候就把女帝也賞賜給你爽爽。雖然我會吞噬她的本源，但女帝的本身體質極為特殊，就算是成了痙攣，平日用起來也是有益修行，能助你早一步突破。多謝始祖。師祖，既然如此，不如讓我子孫二人一起享用這個白皙嫩滑的女帝。好，上陣父子，我們葉家祖孫一個都少。卑鄙齷齪，畜生不如！就算是死，我也不會讓你們這些賤人碰我一下。什麼？燃燒本源？好你个女帝，真是刚硬，寧可強行燃燒本源遁走，也不願從了我。但你終究逃不出我五指山。師祖，現在怎麼辦？當然是追，除了太陰宮殿，他還能逃到哪去？師祖，我願與你同去，助你一臂之力。不必了，你和這後生留在葉家，為我準備好血祭飛升需要的藥引。什麼？難道始祖要全面開始那個謀劃？沒錯，以999名強大修仙者做藥引，練就我的蓋世武功，血祭飛升，一舉突破成仙。屆時，我自當天下無敵，只手遮天。待我把女帝抓來，一定要在那血祭飛升祭壇上，將她百般蹂躪，
与我一统快意。哼！明白。晚辈这就发动全族之力，势必为始祖凑足药引。这些药引当然是首选苏家之人。我现在便前往太阴宫殿，你二人速速准备。遵命。说，太阴女帝到底去了哪里？你这魔头，居然修炼如此歹毒的邪道功法，想抓住我师父，简直痴心妄想！负隅顽抗，还這般嘴硬。師父如此，徒弟也是如此。既然這樣，那本座就先將你二人抓回去，好好審，再做成本座血迹飛升的藥引。你这才练了10个小时，够不够？继续练。师傅，救我！师傅，你还有别的徒弟？我没有啊。这不是太乙女帝吗？她怎么被伤成这个样子？这不是前几天牛逼哄哄的太乙女帝吗？怎么这般落魄？师尊，你别这么说，咱们也不能见死不救啊！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还想问你呢，你师傅师傅的喊着，怎么是終於知道我的厲害了，想要拜我為師了？我沒工夫跟你耍贫嘴，我師父太乙仙人呢。這裡是我的道觀，哪有其……什麼？你師傅太乙仙人？難道說你是我師姐？師姐，你別胡說，我師父太乙仙人明明就只有我一個徒弟。喏，那是你下山之前，之後呢，師父就又收了我這麼個徒弟，本門信務在此。原來如此，你竟然真是我師弟。也是，只有師父這麼古怪的性格，才會可能收你這個奇葩黨徒弟。你什麼意思啊？師父還說讓你來照顧我，看你現在這個模樣，是我照顧你還差不多吧？別說了，師父，我要見他，現在只有師父才能救我。師父啊，師父他老人家早就已經羽化仙去。什麼？師父死了？不然他幹嘛讓我下山找你呢？哎呀，好了，也別在這兒站着了，進去療傷吧。又是這葉家，他們竟然全家作惡，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。早就跟你說了，憑葉家的所作所為，肯定沒一個好東西。那天你還護着葉無道，怎麼樣？現在後悔了吧？我也沒有料到葉家始祖葉陽竟然墮入邪道，成為魔頭。哎呀，這事已至此呢，你就先好好療傷，我呢就再教導小學幾天，到時候直接去找葉家算賬，再順便幫你報個仇，你就放心吧。葉陽半步渡劫，修為不在我之下，你就別去自討苦吃了。哎，你我好歹也是師出同門，你怎麼還找他人威風？你可別忘了，那天在蘇家，你在我面前可毫無還手之力，還白白被我打了3下屁股。哎呀，好了，師尊，你就別再氣師伯了，我去拿點療傷藥給師伯。去吧。你看看小雪多乖巧，你這師姐呀，居然跟我這徒弟多學學。學好了呢，我心情不錯，我就幫你多扇葉家師祖幾巴掌，再把他綁過來給你謝罪。我靠，不是，你不是這麼感謝我吧？是迷魂香的毒性發作，我中毒太深，沒有別的辦法可解，只能雙修。那我。
要不要！对，没错，为师正在为女帝疗伤，没事，不要进来。那好吧，那师傅你完事叫我啊！师姐，怪不得我了。师姐，昨天的事儿是你主动的，我知道，一时情急，别无他法，我不会怪你的。这也不是什么坏事，总比被叶阳夺走我的第一次去注意他修炼魔功要好。注意？没错，我天生乃太阴体质，与我双修能有补益。清方才一试，你的修为可以突破。我靠，原来师姐还是人形大毒药，可惜我依靠的是无敌阵法，并非和他们一样的修行。没错，我的灵力确实大有提升。可惜我时日不多，无法再继续帮你修行。啊！此话从何说起？你不是就受了些皮外伤以及迷魂香的毒气吗？在叶家时情況紧急，我燃烧本源才勉强逃脱，如今没了本源，只会慢慢油尽灯枯，最后衰竭而死。这怎么行？你可是我的第一个娘子，而且你这么漂亮优秀，我不允许。谁是你娘子？我不管，我不会就这么让你香消玉殒的。恭喜宿主完成任務，与太阴女帝结成道侣，领域升级，獲得特殊能力起死回生。什么？娘子，你有救了！叫师姐，别娘子娘子叫，真是没大没小。如今我们师父已死，这世间恐怕再也没有他人能够救我。叶阳也可能很快就会杀到这里，凭我现在的状態，根本沒有辦法抵抗他。你一會兒趕緊帶你的徒弟逃跑，不要被我連累。我這師姐還真是個好老婆，自己都快沒命了，還擔心我的安危。誰說救不了？我就能救。你？沒錯，就是我。但是我治好你，我可有個要求，那就是你要乖乖做我娘子。我這個師弟真是太離譜了，都這種時候了，你還想男女之事？真不知道師父當初看中你哪一點。那你就說答不答應吧。也罷，我都是將死之人，就當是完成師父最後的遺願，好好照顧你，就做你一日娘子又有何妨？嘿嘿，這可是你說的啊，不准反悔。你還要？你想什麼呢？我要給你療傷。真的好了？怎麼可能？秦風，你是怎麼做到的？你忘了你剛才答應我的事情了？先叫我一聲相公，我再告訴你。我……好啦，我就實話告訴你，其實你相公我早就是仙人。你仙人？你騙人的吧？我騙你幹嘛？我現在的實力和境界可都比我們師父還要厲害。那若是真的，當日在蘇家訂婚宴的時候，你怎麼拿我沒辦法？那時我還需要一點時間，你那時候想要對我出手，可是根本對抗不了我，還被我打了屁股不是？也就你這沒大沒小的師弟，才敢打師姐的屁股。總之，現在方圓6000丈，也就是大概2萬米之內，你相公我就是絕對無敵的存在，還能起死回生，掌控凡人的生死。什麼？絕對無敵，起死回生？就算是師父在世時，也不敢如此誇下海口。喲，你剛剛不就是領略我起死回生的能力了？那你剛剛說有範圍的限制，若是有6000丈，怕是也到不了葉家的地界吧？無妨，帶小雪再修煉一段時，不是，
等你相公我再修煉一段时间，无敌领域的範圍就會繼續擴張。屆時我再找葉家算賬，為你還有小雪報仇雪恨。秦風，那葉家老祖已到了半步渡劫的境界，再加上他在修煉魔功，過段時日，恐怕更上一層樓。沒問題，他強任他強，清風拂山崗。莫要拖大，就算是你真的有實力應對，你徒弟小雪也有一戰之力才行。這段時日就讓我幫蘇清雪修煉，一定能夠幫他快速突破。這樣一來，才能準備好應對即將到來的危機。來來，別累着，嘗嘗我剛洗的葡萄，可甜了。幹嘛呢？沒看我在指導小雪練功。哎呀，不礙事，不礙事，他練他的，吃你的。哎，你別啊！現在到底是算師伯還是師娘？師傅，我也要吃。哎，你這妮子，你還在練功呢，吃什麼吃？一會兒練完再吃。哼！恭喜宿主蘇清雪突破至金丹巔峰，領域值再度增加，領域等級提升，領域範圍擴大。現在擴大到什麼範圍了？領域範圍過大，正在擴張，擴張完成後自動匯為宿主。現在範圍太大，開始有延遲生效了。喲，小雪不錯，這麼快就到金丹巔峰期了。沒錯，師尊，多虧了有師娘的幫助，我這幾日的修煉才能突飛猛進，多謝師娘。小雪天賦異稟，修為接近當年的我，是萬里無一的修煉奇才。真不知道你這個師傅是怎麼當的，先前一點正經門道都未曾傳授給小雪。多虧了他悟性極高，自行掌握了諸多要訣，所以我只是稍作點化，他修煉起來也事半功倍。我就是想讓他學會獨立思考，自立自主嘛。恭喜宿主無敵領域範圍擴大至3萬米乘3萬米乘3萬米。你看他最近進展的不是一直很好嗎？小姐，蘇家有難，蘇家有難啊！小姐，我終於找到你了，快去救救蘇家，救救老爺吧！怎麼回事？快說！幾日前，葉家老祖和葉無道那個畜生，帶着他們手底下那個高手，趁着夜色偷襲了咱們蘇家。所有人都給我抓起來！是。咱們蘇家上上下下男女老幼，除了我以外，全都被他們活捉了。蘇老爺拼死將我送出來，讓我來太乙山找您跟仙人報信。求仙人救救蘇家吧！不，我葉家不共戴天。葉家人將蘇家人全部帶走，這是為何？不知道，但是被他們抓走，一定會性命堪虞。師尊，師娘，求求你救救我們蘇家！來，起來。徒兒，你放心，蘇家有難，我不會不管。不好！太陰宮殿的星月20發来血書，他們也被葉陽抓走了。信上說，葉陽將眾人帶到了葉家建造的幽冥祭壇，準備獻祭儀式，祝他血跡飛升，魔道衝天。什麼？血跡飛升？血跡飛升是以人命為代價，血跡邪神的魔道功法。葉陽如此暴虐，若真將魔功練成，就不僅僅是獻祭者會丟了性命，修仙界也一定會生靈塗炭。事不宜遲，我們即刻出發，阻止葉陽。好。好濃的血腥味兒！師父師娘，你們快看！怎麼還牽連了眾多修行者和無辜之人？妙，這無敵領域的範圍只延續到了祭壇的邊緣。能成为我的妖是你的德行，不像那些没有修仙资质的侏儒。不要！
叶阳疯了，变死魔狗竟然连自己的后辈都不放过。放心，等我把你血放干就不会痛。不要！叶阳，住手！太医女帝，苏清雪，妹妹，好妹妹，你快让女帝和你师父出手救我！哼，现在居然好妹妹的叫上了。叶阳，你伪练魔功，残害无辜，罪无可恕。太医女帝，我正愁要去哪儿找你，没想到你竟然自投罗网。我现在伤势已经痊愈，定要铲除你这魔头。哼，你燃烧北南遁逃，怎么可能这么快恢复？没错，太医女帝，你少在这故弄玄虚。算算日子，你也该油尽灯枯了。两个鼠辈也敢叫嚣！没想到你还真的恢复功力了。恢复也好，这样我便可以重新吞噬他的背叛。你妄想！快住手！成了，本尊的魔功大成！娘子，师娘。我已突破成仙，从此以后，天上地下，非我独尊。师娘，你没事吧？小雪，叶阳这个魔头已经突破成仙，快等你师父离開。又来了一个小美人。师祖，此女乃是我的未婚妻，也是苏家人之一。师祖，您可以将她拿下，共同享用。叶道，你这个畜生！好，你这后生真是门外事人。小雪，小心！突破元婴？什么？他竟能临时突破？这小姑娘倒是有点神，可惜我已成仙。第二招，看你怎么挡得下来！小雪，宿主徒弟苏清雪达成境界突破，领域等级增加，开始扩张领域範圍。什么？娘子，徒儿，你们辛苦了，现在交给我。师父，相公，你终于肯叫我相公了。臭小子，你是何人？我是你的收尸人。可笑，我已突破成仙，这世间再无我的对手，你竟然还在这儿跟我口出狂言！仙人之上，我亦无敌。你这没见过世面的野道士，不配本仙出手。本仙已将部分魔力赐予你，谢过师祖。把剩下的药引全部炼化成你自己的功力，然后杀了那些，将你的给我带来。他们要做什么？难道说他们也要血祭飞升？没错，让你们看看这是谁！师父，小雪，你快逃啊！月耀星，叶傲山，你放开他们！叶傲山，你别伤害我爹！今天
就让你们尝尝至亲之人死在你们面前的痛苦。你们2个人渣，快把他们给我放！秦风，如果把他们完全吸收了，送你一起陪葬啊！动手！赢了！好运，苗香！那就是魔宫的威力吗？这道力量在我身体里源源不断的涌现。恭喜宿主无敌领域范围扩至35000米乘35000米乘35000米。叶家败类，那死切到了！你死到临头了还敢嘴硬？老祖，你我联手一起把他杀了！小心！我。你这野道士倒是有些功夫。魔头，你残害无辜，伤我娘子和我徒儿，就算将你千刀万剐都不为过。臭小子，你不过是杀了我叶家2个不入流的东西，竟敢如此嚣张！连太阴女帝都不是我的对手，更何况你？哪怕你师傅在世，也没法胜我。天地变色，师傅，别管我们了，快找机会走吧！秦风，现在找机会逃走，凭你的天赋，将来一定能够为我们報仇。知道你相公我天賦異稟，實力出眾了。秦風，現在不是開玩笑的時候。今日，你們一個也別想逃！不好，師傅！怎麼可能？你區區凡人，怎麼擋得下仙人一擊？凡人？你在本尊面前連凡人都稱不上。不過是一條老狗，混賬！看招！怎麼會這樣？夫君！天哪！難道師傅也成仙了？這不可能！你怎麼能與本仙匹敵？你這種貨色，也配自詡成為仙人，簡直跳梁小丑！這出道士，吃我全力一擊，下地獄去吧！湮滅魔功！湮滅魔功！本仙這全力一擊，定要你挫骨揚灰，魂飛魄散！不好，這一擊要是打中，大羅金仙也會當場殞命。是啊，師傅沒有要躲的意思。去！怎麼可能？我的全力一擊就這麼被他輕易化解了？最強一擊就這，沒招了吧？沒招就到我了。你要幹嘛？當然是要你的命。有話好說，有話。去九泉之下找你葉家的孫子孫孫去說吧。仙人如一拳。
搞定。太好了，终于把那个魔头铲除了。我早就说过，你的相公我是绝对无敌的存在，这次你相信了吗？哎，你们怎么看起来不是很开心的样子啊？虽然消灭了叶家，可是死去的亲人们。小雪，人死不能复生。啊，原来是起死回生啊！娘子，你忘了，你的心爱人相公我可是会起死回生之术的。真的吗，师傅？清风，你现在真的是超越仙人的存在了。没错，假以时日，你也可以的。我要怎么做到？当然是回太乙山，和你相公每日双修了。讨厌，你真是没个正形。师傅、师娘，你们要回去了吗？别落下我。好，咱们呢一块儿回去。